Hello， 咁多位又係我 Elise， 又有咩好介紹呢？首先呢一支行山杖，雖然59蚊，相比起我哋其他產品，佢唔算話係好平，但係如果話俾你知，一支專業嘅行山杖，外國牌子鋁合金嘅話，其實基本上去到400-500蚊先至落到樓。咁如果話我日常行下山，唔係話好高要求，我唔係日日要麥理浩徑全走嘅話，基本上59蚊已經幫到你啦。支嘢點樣收埋㗎？支嘢其實係可以咁樣摺疊收翻埋，收翻緊佢嘅。嗱，成支係可以咁樣做翻收啦。認住呢個箭嘴拉，基本上成支行山杖就已經係可以砌翻好啦。而高度係點樣校㗎？呢一個位置長短自己去校翻啊個高度。高度以成隻手嘅手臂以直角為主。如果以90度隻手咁樣揸嘅時候，呢一個係最適合我嘅高度。個作用力就會可以減輕翻你膊頭嘅負擔。所以大家有興趣過嚟望下啦。